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陈大哥啊，我即卖就是最近哦，手头无啥方便啦，所以哦，就要借钱去。是啊，你当初毋是讲今朝要借我一笔钱？啊，歹势，今仔无法度。林大哥，我先来走。好，谢谢。连我主动我来过。我伊无来过。好，谢谢。请问要找啥？你好，我是王祖强啦，金老板有伫个无？可以等了。哦，谢谢哦。哎，是王祖强先生要找你啦。哎，伊是要来借钱啦。啊，你甲讲啦，讲我无伫个啦。王先生啊，真实的哦，金老板无伫个啦。好啦，多谢你哦。对，我来找秀秀借钱。叫我打电话秀秀，若是对我无感情，那不是加麻烦的。对，我应该先分掉一下，再回找。三工啊，若要将钱害我吼，我就互你清楚清楚。喂。哦，陈秘书啊，你甲看朱阳转去？啊，你敢无看到伊？伊伫个所在，我拢找过啊。我无看伊来。戴经理，召集的以后做一算哦。陈秘书啊，我等下打电话你。朱阳人转来吼，叫他过处理。好。好啦，王祖强过来我们这里啦。歹势，小等者吼。好啦，是毋是要跟小林孩子？我是要找我小弟，伊无来啦。无来。好啦，若不相信，你吹。对，谢谢。小兰，三工还要替恁小弟还钱，是恁讲，到时阵闹问题，唔能够兄弟了。我小弟欠你偌济？无偌济啦，第一场呢是100几啦，但毋过现阵阮大爷所讲，咱讲电脑有伊就甲其中借钱。哈哈，这哪有啥物好奇怪？应急，爱去替因害哦，啊无，阮是爱伊命。饮酒啊！阿婆，王先生打电话给我无？无啦。伊竟然为昨仔即摆拢无打电话给我，嘛无来找我，我永远都袂睬伊啊！小姐，敢会发生意外？对
着吼，伊敢会发生什么意外？要若无伊袂安尼啊。秀秀，你是安怎嘞？妈，主公，伊竟然死哦！因为昨昏即摆拢无打电话给我呢。你敢若真关心伊吼？秀秀，你是毋是去爱着主公？要哪会啦，妈？我哪会去爱着主公啦？我是烦恼讲，主公毋知影发觉讲，我咧骗你的感情无啊？哦，所以你着坐也毋是，徛也毋是咯。妈，因为我未完成你的任务啊，伊若无打电话给我，佮无来找我，我毋知影遮尔啊着急啊。感情是安尼。要若无我，敢会去爱着伊心？秀秀，爱王子强是妈妈绝对袂答应，因为到尾仔你也是爱离开。我知影。秀秀，你替妈妈去做这件代志，也毋过妈妈无想讲你会去受伤害。假使安尼生若是对你是种伤害，你会挺负责吗？你是妈妈的乖查某囝，妈妈爱你。妈妈希望讲，互你的拢是爱，你无应该承受妈妈的不幸。假使讲若是安是，妈妈袂当原谅我家己。妈，我明白。假使讲后仔若是有打电话转来，你家己讲妈妈伫公司。妈，较早去，加早转来吼。喂。哦，秀秀啊，我是主文啊。我嘛拄好要打电话给你呢。是毋是主公去你啊？王大哥，我就是要打电话问你，伊敢无转去先？伊昨下晡厝到今嘛拢无消息咧。伊一直嘛拢无甲我联络呢。奇怪，伊出来一暝一日啊，我找无伊个人呢。伊敢会发生什么意外？你想莫有白想啦。伊昨昏阿爸吼，冤家心情无啥偌好。哦，我是烦恼讲伊。我想是袂安怎啦。伊若打电话你吼，你才讲我爱找伊好无？拜拜。阿爸，是想讲主强无去找伊啊？这有可能，这完全是无可能，一定是哦！叫主强哦，莫甲咱厝的联络啦。我听伊口气，我想咧讲白贼啦。伊嘛咧烦恼讲主强出代志嘛。这伊咧演伊的啦，完全是因老母教伊的啦。哦，这声害溜溜啊！万一哦，若主强哦，真是去爱着伊，看要安怎？主强若欢喜爱，啊，就互因去相爱啊。因两个要哪会当相爱啦？奇怪诶，青年男女恋爱，哪会袂去相爱啦？我甲你讲，袂用的就袂用的啦。伊是白如经的这个，你唔捌啦，你唔捌啦，这是白如经哦，伊设计报复的陷阱啦。阿爸，代志毋是你想的安尼啊？什么咧唔是？我有去找白如经呢，白如经当面甲我承认的呢。伊是伊？其实哦，伊也免甲我承认啦，对不对？伊想要报复我，但是伊用这款的手段，会去害着因查某囝甲后生啦。后生？我讲后生哦，是讲咱主强啦。唉，我甲你讲哦，伊若用这款的手段哦，要叫咱主强去爱你秀秀哦，这会毁灭着主强啦。无，等你在讲啥，害着咱主强。主文啊，恁老爸讲规部哦，讲解遐尼济无煞煞，我听拢无呢。是讲什么？你白如经什么陷阱，什么安怎听？有啥？阮阿爸含白，我无啥清楚啦。若无清楚，两个要多批啦。反正哦，我就反对主强伊爱秀秀啦。伊甲阿管的婚事哦，我已经定好啊啦。无咯，人阿管在讲
个主强啦，阿管家己讲的。伊讲的？嘿啊。哎呀，我讲啥？我讲，你若强安尼逼伊吼，伊要去做酒家里啦，做武理啦，趁钱向你。好，这是怎个啦？好，我的话唔听，莫讲伊啦，连你也拢共款啦，连主强败我财啦，拢在反抗我啦。我笑你，我来去自杀。大家啊，你要自杀啦？我一个人唔捌看人自杀，拍算袂歹看哦。来，我帮助你，我来灶骹后夹一支菜刀较大支，互你可要哪自杀来？进嘛。啥啦？拜托的，安尼啦。啊，这是伊家己讲的，也毋是我逼伊啊啦，哪要紧啦？这啦，那真是主强去爱秀秀，我真是去自杀。阿母啦，你给我走去秀秀因兜一撮，若看到主强哦，马上甲我找转来。哇，气死！主强走去什么所在？伊阁无甲厝的联络，伊敢会心情无好，阁走迄个所在啉烧酒？伊敢会阁走去迄款所在？迄是阮头一遍去市内，我买完物件，才会经过一间敢若亲像酒廊的两家家。秀秀，你莫听我爸讲啦。顶摆吼，我是为了应酬，才来我遐一两届尔啦。我查你咧。秀秀，你也使不爱管我啦。你爱我管你是毋是？那你好，请你甲我下去。我以后不准你来这个所在，要若无我永远拢要插你。秀秀，我以后唔敢啦。爱的寂寞，寂寞我每日烦恼，为伊操劳。问苍天，你啊你，既然安排阮上好，伊为何？先来看你怎么样？那来找一只陪啊，不用，但是我敲电话呢。主强。找无一个港口通我靠。我的心情苦透。敲电话呢。主强。秀秀，是你哦。是。我想袂到，你才坐来这个所在。秀秀，我拄才要敲电话给你啊。秀秀。你莫靠我！你甲我约好，你谁人要信了？你若是送电话，你就唔敢敲我。啊，我踮咧厝诶，唔知你到底发生啥物意外。结果你食完你才啉烧酒，搁找查某。哦，你敢对得起我心？秀秀，我真是我唔对啦。好啊，你有答应过我，你讲你要来这个所在，谁道你要你欺骗我？我无想要来这个所在，我无想要欺骗你，但是你敢知我心内？你袂了解。是，我袂了解，我永远都袂了解你心内在想啥物。好，你就继续对落去，你爱安怎就安怎。哎，秀秀，秀秀。是，你应该走，是我唔对，但是你若是走了。恐惊咱有见袂着面。
无聊是明仔载，了了是后日，我著死啊！我要永远离开这个世间啊！我若是死，无啥物通我怨叹，那是我家己做得来。但是我想啊，唯一怪唯一放袂落心，就是你。所以我毋才来遮借酒解忧愁。主角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秀秀，你无应该知影。主强，你甲我讲吼，你莫阁骗我好唔啦？你知我足着急的，你知唔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我去朋友对我逼笑，不得已，我才甲地下蜘蛛网借钱。可是明仔载阁喊袂出来，我着是偌济钱？是偌济钱啊？1000万尔尔，我阁差500万，所以。我会要替你想办法啦。你莫阁讲啊！我绝对袂用你的钱。若是我用你的钱，别人要怎讲我？会讲我是为了钱才来甲你交朋友。主强，假使讲你认为用我的钱是咧侮辱你，那呢？你对我爱嘛是假的咯？主强，咱两个莫阁冤家好，咱两个真正相爱。这才是上重要，敢毋是咧？秀秀，主教，以后你若啥物代志，莫阁暗藏我啦。阿伯，我唔敢啦。明仔载哈，钱我会甲你送去啊。对啦，你一暝拢无困，搁啉仔济烧酒，咱较早转来。好。我坐着急要去找你，煞袂去早操时。阿德，门马去倒啦？主教，已经转去。我先来走。秀秀，等我的电话哦，这家做你别阁死哦。谢谢。好姐。我这个对台北倒倒来吼，敲电话去公司，你妈妈无伫个啊，所以我等下厝等你。好姐，足歹势，大家拢互你来开门。这你狗啊，你客气啥啦？后面，我这个对台北倒来吼，我有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你，紧着去。哎呀！歹势。你小等下，恁敢有熟识？我捌你，也毋过你毋捌我。听讲你是咧经营牧场，安那会走来遮？是毋是来找女朋友？对啦，我女朋友住在遮啦，伊姓白。奇怪，你哪会拢知啊？真拄好啊，我住伫因隔壁。哦。请问你，你是毋是真爱伊？秀秀是一个善良的查某囡仔。你还袂回答我的问题啊？我敢有亲像一个爱情的骗子？那安尼讲，你是真正爱秀秀咯？当然嘛是真心的啊。安就真好。真好。对啊，奇怪，你有啥问阮的问题？啊，就亲像你所讲的，秀秀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大家拢会真关心伊啊。你放心啦，我袂欺骗伊的感情啦。啊对啊，你讲恁兜住因兜隔壁，请问你几岁？真拄好呢，我嘛姓白哦。你嘛姓白哦？嗯。咱身材有够拄好啦。有安尼啦，连讲吼我再带秀秀吼去恁兜甲你拜访。欢迎。安尼，我先失礼了。嗯。希望你是真正爱着秀秀。怎样想，拢想无。
秀秀，这就是你上爱吃的巧克力。阿姐，在下你哈。免客气。总经理，妈，回来嘿。你等下，要一送完呢。哦。我嘛拄好到位，啊，我有敲电话去公司，啊，听讲你去拜访店长啦。是啊，我来讲土地的代志。吼，总经理啊，关于我这个出差哦，爱甲你报告，电话中我甲你报告了，但是我今仔来哦，上重要一件代志，就是要甲你讲关于恁后生啦。啊，吴经理，过身遐尼久啊，莫搁讲。阿伯，你问我妈妈若提起死去后生，拢会足伤心的，你就莫讲啊啦。妈，我有一件代志，希望你甲我斗相共。你是妈妈的查某囝，是安怎一定爱讲斗相共呢？什么代志？我一个同学啦，因爸爸吼，特别经济上煞发生问题，爱需要足侪钱周转的呢。哦，偌侪钱500万。 500万。